今日嚟到羅湖國貿附近，準備去貝邦水療按下摩，位置就喺金光華廣場旁邊，斜對面新華商業大廈6樓。帶大家入去睇睇先啦。入到大廈之後，搭升降機上6樓就到啦。出嚟就係前台啦。右手邊就係男賓室，入去睇下先。男賓室啲裝修都幾新淨，望落去乾淨又舒服。更衣櫃數量都唔少，大概有成8個咁多。沖涼房裝修都唔錯，每間都有布簾遮住，數量都幾多，一共700間。沖完涼出嚟就係泳池啦，面積就唔算話大。側邊仲有個濕蒸房，一共就6個位。男賓室配套真係唔錯，可以浸水池又可以蒸桑拿。男賓室出嚟就係餐廳啦，水會每日下晝6點都有自助餐供應，仲有唔同水果同飲品。餐廳前面就係大堂，有唔少美容師值班。貝邦水療仲配套有 K 房，全新裝修，幾有質感，燈光氣氛都幾好。再行去房間區睇睇，深色調為主，有品質感。房間數量都唔少，揀間房睇下環境先。暖色調嘅設計同走廊有啲唔同，裝修唔錯，不過地方唔算大。按摩嘅時候會先用手掌喺背脊度輕輕滑幾下，由上背開始逐步按落去，手法實淨態，唔會太硬，每一下都好有層次咁啊！繃緊嘅背部慢慢鬆開。手指尖配夾手掌，一推一壓，節奏自然，越嚟越放鬆。成個過程好安靜，只聽到呼吸聲同手法節奏喺房入面回盪。按完之後，成個背脊都好輕鬆，舒服到唔想起身。到按腿部嗰陣，由小腿開始，順住腳慢慢推下去，手法又穩又柔，每一下都感覺到力量滲入肌肉入面，好似慢慢將繃緊到位搓散。然後慢慢會加少少力，用指腹打圈咁推，呢種力度啱好啊，忍唔住都想深呼吸一下。貝邦水療呢個場環境裝修都幾新淨，配套都幾齊全，可以浸浴、蒸桑拿、長期都得。每日下晝仲有免費自助餐提供，交通又好方便。國貿地鐵站 B 出口出嚟，行3-4分鐘就到。如果師兄們喺金光華廣場附近行街，可以順便過嚟試下。